港鐵係香港大型集體交通運輸工具之一，同社區嘅關係咧，可謂係息息相關啊！所以為咗能夠同社區更加緊密聯繫，港鐵咧亦都舉辦唔同嘅活動去關心社會，以及咧推出唔同範疇嘅社區活動，好似與你一起的日子、鐵路人、鐵路心義工計劃等等。呢個計劃鼓勵員工自發組織唔同種類嘅義工服務，而公司就會為活動提供經費、後勤同埋培訓等支援工作。每逢節日，一班鐵路人、鐵路心義工就會準備唔同嘅節目，好似今年端午節，義工們一早準備好一切包粽嘅材料，去到一間安老院，同一班老友記一齊分享包粽過節嘅樂趣。大家閒話家常，之後仲可以品嚐自己包嘅粽，共同度過一個充實兼且有意義嘅端午節。喺安老院住嘅老人家咧，其實真係好需要社區人士嘅關懷。咁我諗係真心嘅關懷，呢個係第一步，佢哋最需要嘅。同我哋合作咗好多次㗎啦。其實舊年佢哋都有嚟包粽嘅，咁亦都係好成功。所以我哋今年咧就再一次合作。咁除咗嚟包粽咧，佢哋係好多時咧都會嚟幫我哋咧帶啲長者咧出外活動嘅，就會幫我哋推輪椅啦。因為有啲院友行動咧唔係幾方便咧，咁所以要用輪椅出外嘅。咁佢哋就會幫手推輪椅啦，照顧佢哋啦，沿途同佢哋傾下偈啦。食飯嘅時候就照顧佢哋一齊食飯啦，咁好開心嘅。一班公公婆婆同義工有傾有講，熱熱鬧鬧。不過啲粽一定要包緊啲啊，唔係就好易散開㗎。我哋啲院友咧係好欣賞啲義工嘅，因為都知道佢哋咧喺好繁忙嘅工作裏邊咧，都會抽空嚟同佢哋做一啲義工嘅服務咧，佢哋覺得好開心，同埋咧睇到佢哋真係好真心去關懷佢哋咯。明白施比受更有福，人與人之間多點關懷，社會氣氛亦都會更加和諧，亦都因為咁樣，義工們所籌辦嘅義務工作亦都越嚟越多。咁由07年到而家咧，都已經安排咗超過100個嘅活動啦。咁嚟緊都希望可以再多啲活動，俾多啲同事參加啦。因為佢哋都好想去參加活動，同埋可以幫公司去一齊去關心社區嘅活動啦，社區嘅人士啦。除咗有啲公司啦、私人機構啦，都係關心咗社會嘅老人家或者係青年一輩啦。因為始終我哋香港而家係人口老化比較多啦，咁同埋就係後生一輩開始漸漸成長啦，咁變咗佢亦都要即係對老人家要有啲關心啊，成嗰啲咁樣變咗個多咗青年義工出咗嚟去幫手去做活動。除咗去安老院探啲公公婆婆之外咧，一班義工朋友亦都會帶啲行動不便人去唔同嘅地方一日遊，等佢哋有多啲機會接觸到外面嘅世界。今次幾位義工帶咗一班特殊人士同老友記去到香港動植物公園一日遊，等佢哋可以喺欣賞風景之餘吸收多啲新鮮空氣。對於城市人嚟講，能夠喺公餘時間去戶外舒展身心，的確係一件難得嘅事。大家都玩到攰攰地啦，係時候食下下午茶先。對於一班不良於行嘅特殊人士同公公婆婆嚟講，義工對於佢哋嘅關懷可以話係一份最窩心嘅禮物。而家嗰啲大機構咧，都已經係好關注咗呢個義工嘅嘢，咁所以好多機構都搞咗啲義工隊啊，咁去幫啲有需要嘅人咯。香港嘅企業咧，即係對於一個義工嘅工作咧，呢種文化咧係已經係推行咗好耐啊，所以不論係企業啊，同埋啲社會嘅啲政府嘅機構啊、公務員，我亦都有同佢哋參與過，咁佢哋都係好積極啊，同埋好鼓勵啲義工做。公司咧就喺背後咧，佢就有金錢嘅資助啦。咁同埋咧，佢會鼓勵多啲同事就去搞服務啦。咁仲有每年咧都會搞一個叫義工嘉許嚟，就嘉許啲同事有邊啲係真係好熱心啊去做嘅，咁嗰啲同事咯，出嚟做義工係唔會話有咩界限嘅，即係男女老幼小朋友啊，或者一家人啊都可以出去做咯。
咁就最緊要你有一個心，咁你就可以去做義工。所以我成日都鼓勵身邊所有嘅人啊，或者叫啲同事啊，你帶埋你啲屋企人啊，一齊嚟做咁樣。助人為快樂之本，做義工既可以幫人，自己又有所得益。一個小小嘅付出，能夠幫到有需要嘅人，實在係好有意義啊！如果咧真係冇義工嘅服務咧，就好多老人家可能病咗喺屋企，係冇人知道。咁所以我就覺得推動義工嘅服務咧係好緊要咯。做義工可以幫到人啦，從中可以學到好多嘢，真係學到好多嘢。人與人之間嘅相處啦，大家互相尊重啦，同埋仲可以學到嗰個同理心嗰個同埋嗰個包容心。咁做每一件事都唔好咁斤斤計較啦嚇。咁其實都從中都學到唔少嘢㗎。完全唔計較所付出嘅時間同汗水，一班義工無私奉獻，目的都只係希望有需要嘅人得到幫助。難怪受惠機構嘅代表都對佢哋有咁嘅評價。佢哋可以提供到好優秀嘅人手俾我哋啦，優秀嘅人才俾我哋啦。因為可能大家嘅合作嘅時間好長，咁佢哋好熟悉我哋每一個院友嘅個性㗎啦。咁同埋咧，佢哋可以真真正正咧可以減輕我哋嘅負擔，令到佢哋嘅院友可以投奔呢個社會啦，去參與更加多嘅事情咁樣咯，去見下多啲嘅世界咁樣咯。所以我好感激呢班義工嘅。呢個鐵路人鐵路心嘅計劃就喺2005年底成立至今已經第6年，員工都好積極參與。咁唔知大家又知唔知總共有幾多港鐵嘅員工同親友參與過呢一個計劃？轉頭翻嚟話你知。呢3位就係參加咗長者家居維修服務嘅義工啦。今日佢哋有任務在身，目的就係要去到獨居長者嘅屋企維修壞咗嘅水喉同埋電器。一類嘅服務都係希望即係幫助長者，因為佢哋比較年紀大啊，屋企可能有啲好簡單嘅家居嘅設施嘅維修啊，或者可能要整下啲水龍頭啊，或者換下啲光管啊，佢哋自己冇辦法做得到。咁但係我哋就可以揾一啲嘅義工咧上門去幫佢哋做一啲定期嘅維修。咁希望喺呢一方面可以支援到佢哋，等佢哋日常嘅生活就唔會咁彷徨啊咁樣樣。為咗避免一班老友記不便，每當義工朋友一聽到有人需要幫手，就會把握時間，放工即時趕去佢哋屋企度維修。所以班公公婆婆都好感激呢班義工㗎。而家咧唔漏水㗎啦。好啊好啊。OK。哦，多謝你，唔該曬你啊。得，幫助我好多多年嚟真係一直幫助我。我有乜嘢損傷壞咗咧，佢一聽到咧真係就抽空嚟幫助我。禮拜日冇時間都好啦，禮拜都抽空嚟，真係好難得，自己指責一樣。所以我好感謝佢哋嘅。呢班義工朋友嘅熱心同埋善心咧，除咗可以得到受幫助人嘅感激之外咧，亦都可以得到其他機構嘅認同同埋嘉許啊。例如咧，由喺呢個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所主辦嘅第18屆傑出義工獎勵計劃裏邊咧，就榮獲咗2項企業關懷獎㗎。義工伍炳琪先生更加喺呢個獎勵計劃中獲頒金獎，以表揚佢熱心助人，確係好人好事啊！你咧係去幫手做義工咧，你表面好似幫人，但查實幫咗自己，係學咗好多嘢㗎。個老人家開心時，你亦都開心。你翻去對住你啲細路仔咧，都感覺到光榮㗎。最初朋友介紹做義工嘅時候咧，就做完之後咧，個老人家係好開心嘅時候咧，即係嗰種心得咧就好難形容嘅，講好難講，就自己覺得好開心，佢開心我又開心，咁啊所以不如咁做落去啦。之前我就問過大家有幾多港鐵嘅員工同埋親友參與呢一個鐵路人鐵路心呢一個計劃，答案就係15000人次，而佢服務嘅對象主要就係小朋友、老人家、低收入人士、殘疾人士同埋有需要嘅人士。唔好以為上咗年紀嘅朋友就一定要人幫，有好多老友記都老而彌堅嘅，啲後生仔仲分分鐘要請佢哋幫手添，凝聚一班老友記嘅力量組成社區老友大使。參與計劃嘅長者本住助人為快樂之本嘅宗旨，透過活動參與為期1日嘅訓練，喺熟習咗車站運作同路線之後，就會被分派到唔同嘅車站服務，幫助其他老友記。到底佢哋嘅職責係乜嘢呢？咁咧有時咧就即係
有啲長者或者乘客啊，即係唔係好舒服啊咁樣啦，咁樣話即係可以從旁幫助佢啊，叫啲呢個工作人員咧，俾個空間佢休息下咁樣咯，同埋好似有時個父母同埋細路仔一齊搭車，父母上咗車喎，嗰度留翻2個小朋友喺度喎，咁樣佢哋又驚啦，又喊啦，咁樣我哋咧就走埋去安撫佢啊，即係陪佢等翻下一步佢爹哋媽咪嚟接翻佢走咁樣咯。唔知作為社區老友大使，佢哋對呢一個計劃有咩感想咧？又幫到人又幫到自己啦，即係又見識多啲啦嚇，同埋服務到人群啊，好開心嘅自己嚇感覺，人哋有好多讚賞我哋嘅都有嘅嚇。覺得好有新鮮感啦，初跟住咧又好有滿足感，因為咧我哋有咁嘅年紀咧，冇諗住有呢個機會咧就參加呢大機構嘅服務噶嘛，因為我哋已經退休咗成10年噶啦，所以咧覺得有機會參加咧好開心咯。咁我哋有訓練啦，又有聽講佢哋講解啦，咁變咗我哋都增加好多知識咯。咁又可以服務大眾咁樣，我哋好開心。平日搭車返工放工、返學放學嘅時候，大家嘅步伐都會好急促。不過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喺車站嘅牆身貼咗幅海報呢？呢一張海報嘅畫面好似喺牆壁上面開咗道門咁樣，而門後邊嘅風景就係都市中少見嘅藍天白雲，再配以青草地。其實呢張海報就係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用作宣傳嘅，目的係呼籲大眾活出積極人生，早啲發現自己或者身邊嘅朋友可能出現情緒問題，及早尋求協助。做防止